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賣 Top 10，請注意以下嘅排名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，好可能同你嘅排名有所不同。呢一集同大家講下我的十大消失的交通工具。我細時嗰陣，即係60年代啦，係好中意眼仔碌碌望住嗰啲會喐嘅車啊、船啊咁。其實邊個細路仔唔中意啊？嗰陣響馬路以及係維港係有好多交通工具，今日已經係完全或者就快消失嘅啦。今日同大家盤點一下，因為恐怕遲啲我再老啲，會完全忘記晒呢啲咁懷舊嘅交通工具啊。第10位，三輪送貨單車。60年代香港馬路上仲有好多呢啲送貨嘅三輪單車，前面嗰兩個轆比較闊啲，載貨啊嘛。聽講一種三輪單車係英國製造，唔平噶。不過我到依家為止都唔明白點解佢前面嗰個鐵箱硬係要紅色嘅呢？搶眼啲啩？70年代起經濟起飛，呢啲紅色嘅人力三輪送貨車亦都漸漸響馬路上消失啦。第9位，貨車。利蘭 Leland 俗稱獅子頭，有綠色帳篷嘅貨車，直頭係香港嘅 icon 啦。60、70年代周街都係啊。仲有一款 Austin 貨車，噸位比較細，都好常見噶。70年代中，我響新蒲崗做暑期工，送貨嗰陣坐過好多次呢啲貨車噶。記得車頭嗰兩個玻璃窗好似越戰嘅美軍直升機咁啊。仲有一款載人嘅貨車，我喺80年代初響新界坐過一次 ，Those were the days 啦。第8位，衝鋒車，呢一種灰色後排冇車門嘅警車，係嚟自英國嘅 Bedford 車廠。我細個嗰陣響馬路上見過好多次啊。佢背靠背坐，有多條扶手，優點就係快速上落車，缺點就係快速跌落車，尤其是係急剎同埋片彎嗰陣啊。兼且日曬雨淋又吸廢氣，所以早就停用啦。第7位，汽水車。70年代仲滿街都係嘅木盤汽水車，多數都係用英國 Bedford 嘅貨車。50年代可樂仲有用過美國嘅佐泰汽水車噶，美國汽水公司嘛。記得汽水車又嘈又多廢氣，鬼咩？汽水加埋玻璃樽木盤好重噶。唔大馬力啲點夠力啊！第6位，哇啦哇啦。舊時啲夜歸人遇着天星小輪停航，又未有隧巴，就多數要搭呢啲電船仔，坐20幾人噶。佢個摩打哇啦哇啦咁鬼殺咁嘈，所以呢啲嘅電船仔咪叫做哇啦哇啦啦。其實上個世紀20年代已經有呢種嘅過海交通工具。我未坐過，但係70年代響大會堂海皮經常見到啊。聽講話好包噶，坐完包你嘔到一地都係啊，咪搞啦。第5位，燙籠巴士。63、64年左右，我呢個港島仔第一次去九龍，見到九龍啲巴士嘅閘門係一條條鋼條咁兒戲噶，所以印象深刻啊。燙籠夏天透心涼，冬天就凍到死啊！而且掟個急彎，隨時拋1、2件落街㗎，都係門閘安全個燙籠嘅。第4位，大樓梯消防車。唔知點解細個每次見到呢啲車尾有個大轆，車身有條大樓梯嘅火燭車，都覺得好特別啦。後嚟香港啲大廈越起越高，1971年起，消防局開始引入當時被稱為長臂猿嘅 Snorkel 升降台。大樓梯嘅作用就漸漸式微啦，最後一度成為殉職消防員嘅靈柩車啊。第3位，賓士的士。我知而家香港仲有賓士的士，但係我係指嗰啲舊式大架嗰款啊。香港人一向對於賓士趨之若鶩，有錢佬先坐噶。不過原來我哋細個嗰陣係坐過好多次賓士嘅喎，嗰啲賓士的士啊。60年代嘅賓士的士太波。大梳化椅好舒服噶，嗰陣普羅大眾多數係搭巴士，但係間中都會坐下的士嘅，尤其是趕時間嗰陣啊。第2位，電車拖車。1964年8月，香港電車公司首次試行拖卡，成功噃，於是60、70年代廣泛使用。
但後嚟因為拖車減慢咗車速，阻礙交通，掉頭又麻煩，所以1982年開始正式退役啊！記得我最後一次坐電車拖車應該係80或者81年左右啦。電車拖車唯有留喺我哋呢班香港人嘅腦海中啦。在未公布第一位之前，要分享幾種幾乎入到我威廉10大嘅交通工具。大眼雞，舊時維港有好多大眼雞帆船噶，已經係成為咗 Hong Kong icon 啦。所以連香港旅遊局嘅 logo 啊，都係一隻大眼雞啊。今日維港已經係冇乜帆船啦，香港旅遊局嘅 logo 都可能要改改啊。日產14座，第一代14座小巴以呢款日產 design 最受歡迎。1978年之前車頂係冇燈箱噶，1988年之前亦只限14個座位。水翼船，來往香港、澳門嘅水翼船由信德船務公司響1964年推出，船程由3個鐘縮短為75分鐘，但係如果大風浪會好拋噶。75年第二代水翼船 Jet Foil 亦都面世啦。第一位人力車，1874年由日本引入嘅人力車，當年又叫東洋車嘅，高峰期即係1920年代啊，全港有超過3000架，係嗰陣時嘅主要交通工具。1968年香港政府停發人力車車牌之後，人力車開始轉型俾遊客打卡。而香港最後一位人力車夫洪伯，亦都喺2020年正式退休。今日如果想揾架人力車嚟睇下，有嘅博物館咯。多謝你嘅收聽收睇，請 Like and Share。